呢個係2022年交 PR 需要等待嘅時間，而呢個就係2023年交 PR 需要等待嘅時間，只係相差1年。Hong Kong Pathway 嘅情況已經完全唔同。根據加拿大移民局最新嘅文件顯示，Hong Kong Pathway 所屬類別嘅處理時間最長竟然被列為600個月，即係50年。當然冇人真係相信香港要等50年先攞到 PR 啦。但問題係加拿大移民局點解會寫出一個咁誇張嘅數字呢？而 Hong Kong Pathway 又點解由當年嘅快速通道變成今日越等越耐？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拆解一下加拿大 IRCC 背後究竟發生緊咩事。根據 IRCC 嘅文件顯示，Hong Kong Pathway 所屬嘅人道及特殊公眾政策類別處理時間由12個月去到600個月不等。雖然呢個數字未必反映真實等候時間，但至少反映咗一個現實：加拿大移民局正面臨非常嚴重嘅積壓問題。Hong Kong Pathway 所屬類別嘅年度配額由原本1萬個大幅減少到6900個，但另一方面申請數字並冇同步下降。目前成個類別積壓咗接近10萬份嘅申請，而當中超過21000份係嚟自 Hong Kong Pathway 嘅。換句話講，當申請數量遠遠高過每年配額，加拿大政府根本就冇可能一次過處理晒所有嘅個案。於是而家嘅做法就好似慢慢放水咁樣，每年批一部分，再逐步消化積壓嘅個案。而背後嘅原因其實唔單止係人手不足，更加大嘅問題就係加拿大政府正面臨越嚟越大嘅政治壓力。過去幾年加拿大人口增長速度非常快，好多新移民、留學生同埋工作簽證持有人湧入加拿大，但係住屋、醫療同埋基建發展嘅速度根本追唔上，結果樓價持續高企，租金上升，醫療系統壓力增加，社會對移民政策嘅討論亦都越嚟越激烈。喺呢種情況之下，加拿大政府開始改變方向，移民仍然係會繼續收嘅，但係增長速度已經明顯放慢。而 Hong Kong Pathway 正正撞咗呢個轉變時期，當加拿大社會越嚟越關注住屋、醫療同埋人口增長嘅問題，政府未必希望再有新嘅申請人加入。換句話講，呢件事未必只係一個行政問題，亦都有可能係一種政策性嘅減速。而最近發生嘅另一件事，亦都令唔少香港申請人感到失望。有國會議員要求移民部長 Lina McLeish-Diab 交代 Hong Kong Pathway 嘅最新審批進度，以及政府有冇計劃加快處理積壓嘅個案。不過，移民部長喺回應嘅時候並冇提出具體加快審批嘅方案，相反，佢建議部分申請人可以考慮其他嘅移民途徑。呢番言論一出，隨即喺香港人嘅社群引起廣泛討論，因為對於唔少已經提交咗 Hong Kong Pathway 申請，甚至已經等候多時嘅香港人嚟講，問題並唔係有冇其他移民途徑，而係政府當年推出計劃嘅時候所作出嘅承諾，係唔係仍然可以得到重視呢？而目前最受影響嘅，其實係已經提交 Hong Kong Pathway 申請，但係工作簽證即將到期嘅香港人。以前好多人以為交完 PR 申請之後，好快就會批㗎啦。但係按照目前嘅整體進度，唔少香港人嘅申請實際上已經等咗超過2年以上。最大嘅問題其實唔係批唔批，而係等待期間嘅身份問題。好多香港人而家面對嘅情況係工簽即將到期，但係永久居民身份仍然遙遙無期。雖然理論上申請人係可以透過 OOWP， 即係 Hong Kong Pathway 申請者專用嘅 Open Work Permit 繼續合法留喺加拿大工作，但係現實情況係連 OOWP 本身嘅審批時間都開始越嚟越長。根據唔少申請人分享，而家部分 OOWP 嘅個案已經等超過6個月，仍然未有結果。而對唔少本地僱主嚟講，呢種身份嘅不確定性本身已經係有風險，好自然，結果有啲人就會失去晉升機會，有啲人面對續約嘅壓力，甚至有啲人會因此失去工作。加拿大政府而家嘅做法更加似係一種減速，而唔係完全嘅閂門。佢並冇取消 Hong Kong Pathway， 但係就透過配額、審批速度同埋各種行政嘅安排，逐步控制整體流量。而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真正需要嘅可能已經唔係點樣申請，而係點樣應付一場長期嘅身份戰。可以肯定嘅係，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已經同幾年前出現咗好大嘅變化。而當政府一方面保留 Hong Kong Pathway， 另一方面又不斷減少配額、拉長審批時間，甚至建議申請人考慮其他嘅移民途徑，外界自然就會開始問一個問題：加拿大當年對香港人作出嘅承諾，今日仲剩幾多呢？而你係咪都係仲係等緊 PR 嘅其中一份子？你覺得 Hong Kong Pathway 仲算唔算係一條成功嘅移民途徑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情況同睇法。如果你對加拿大移民政策、城市發展、社會議題同埋時事分析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呢度係22.3，我哋下次再見。